為了搶救要絕種的高病鷹，林寶樹屏東分署今年以台積電的贊助，包括新園潮州頂來鄉鎮的農友，只要停用鳥鼠仔藥啊，還有除草劑，都有機會來申請獎勵金。老師帶研究助理維護鳥仔的車架，懸6公尺，還有倒翕相機，只要有猛禽停落來，就會當觀察到。林寶樹自2022年開始推設濱北地區友善農地計劃，目前已經有80位農友申請鬥架啊，嘛確實有翕到高病鷹的身影，提升研究團隊觀察的成效。然後它的田區必須是一個比較開闊的田區，所以面積至少要3分地以上啊，然後作物的高度在2公尺以下，這樣子設立棲架就會比較合適。在平地比較常會拍到的就是黑翅鳶跟領角鴞，那他們都是很會抓老鼠的猛禽，所以就可以有一個生物防治的功能。因為研究團隊發現濱南地區嘛有高病鷹的影粒，林寶樹聯合台積電擴大設置架仔範圍到濱南6個鄉鎮，包括新園、崁頂、南州、潮州等，只要農民符合農業安全規範，就當申請友善農地給付，配合車架和相機，會當領3000塊，確實成功翕到猛禽影像，佮加發1萬。今年的2月份，我們在林邊溪記錄到了第一筆草鴞繁殖的記錄，希望屏南地區的農友可以一起參與草鴞保育的工作。林寶樹表示，除了農民，嘛鼓勵社區到協助巡查適地、通報和拆除違法垃圾等相關行動。每個月嘛有提供獎勵金。濱南地區架仔的部分，8月開始，農友會當佇公告時間來申請，邀請農民做伙守護野生動物。記者柯明哲，屏東報道。